就喺後樓梯嗰邊。經過咧相關照片咧喺網上瘋傳㗎，亦都揾到咧係嚟自荃灣嘅中學。傳媒咧正在問緊相關嘅中學㗎。網友就話咧近日咧有流行食緊呢個太空油，明明係毒品嚟㗎，係唔應該咧助長呢種風氣。相關嘅事件咧仲要有待咧校方同埋教育局嘅進一步回應。另外亦都講呢單消息喎，根據廿號新聞嘅報導緬甸7.9級地震軍政府被指未有積極協助救災，刻意阻撓人道援助。據報軍方現時扣留醫療物資添㗎，再流入災後嘅黑市喎。睇到緬甸上個禮拜發生7.7級大地震，造成超過2700人死亡㗎，大量基礎設施嚴重受損。喺災民等待援助之際，軍方被指不但未有積極協助救災，反而刻意阻撓人道援助，進入反抗軍控制地區，並持續對平民嘅目標發動攻擊㗎，令到災後嘅救援行動面臨重重障礙。綜合外地媒體報道雖然軍方聲稱接受嚟自中國、印度、俄羅斯同埋東盟國家嘅援助，但人權組織、災區居民同埋前線醫療人員都話嗰啲嘅援助物資正被軍方選擇性分配㗎，部分甚至遭到扣留或者轉售。當中有澳洲醫生就表示佢同身處曼德勒地區同埋實皆省嘅醫療團隊通話過後得知，當地多間嘅臨時診所嘅物資短缺，有醫護明明簽收咗價值$1000嘅援助，最終只係收到價值約莫$100嘅物資，懷疑遭到軍方扣留㗎，再流入災後嘅黑市。以上嚟自廿號新聞嘅報導，話說緬甸7.9級大地震過後當地嘅救災行動睇嚟重重障礙喎。其實有好多地方都想幫手㗎。內文都提到㗎，當地軍方係接受嚟自中國、印度、俄羅斯同埋東盟國家嘅援助。不過嗰啲嘅物資到達現場過後都唔知有幾多係俾人扣起咗，甚至竟然係轉售到黑市㗎。大家知啦，呢個都係值得各界關注。就連香港我哋呢邊都有派出一啲隊伍同埋有啲嘅援助，希望幫助到當地嘅災民㗎。最新嘅國際消息當地嘅軍政府被指係阻礙救災㗎，當地持續有空襲面對住天災人禍嘅人禍，當地嘅災民真係好凄涼㗎。各位港仔，我哋下節短片繼續睇。Noodles without $150 off. Tastes like a good deal. Use code PANDA and enjoy up to $150 off.大家好，我係五仔。早晨，我係希。女人事業再叻，都不如嫁得好。